大家好，今日我哋開箱台北路途 Plus 行旅主題館，斜對面已經係台北車站，步行大概5分鐘左右就已經可以到達㗎啦。酒店門口已經係地下街嘅2/8出口，真係超方便㗎。對面係機場捷運嗰邊，但係仲起緊樓又有工程，所以就唔係咁方便。如果拖住篋又或者有 BB 車，最好就係喺地下街2/4出口，有升降機㗎。喺酒店行前2個街口，新光3月門口就已經係啦。如果以親子酒店嚟計，呢一個位置同埋酒店嘅價錢真係冇得輸啊！Check-in 大堂就位於4樓嘅，4樓仲有2個遊戲室、免費嘅零食區、下午茶區、座位、洗衣房都喺晒度㗎。要留意返遊戲室開放時間係上晝10點半至3點，3點半至晚上10點。一去到希希又點會放過啊？5點幾去到啲人出晒街，真係包場玩咗陣啊！呢度真係好啱小朋友放電啊！睇希希玩過唔停就知啦。最多人就係夜晚黑食完飯之後嘅時間。之後仲有個姐姐帶咗希豬去另一邊玩啊！估唔到希希又可以跟實姐姐，好乖咁喎。原本成個場都係波波池嚟嘅，而家冇晒啦，真係好慘啊！大屏幕會播住啲卡通片，仲有好多休息嘅空間啊！呢個係旋轉木馬嘅零食區，仲有 check-in 嘅位置。旁邊展示櫃嘅左下方有免費嘅樽裝水可以拎㗎，而其他位置就係自家品牌嘅展示，有各式茶包、咖啡供應，冷熱水同微波爐都有㗎。下午茶嘅時間就係每日下午2點至4點，會有簡單嘅包點同埋少量炸物、前菜、小食等等。零食區就係24小時嘅薯片零食放題，會唔定時咁補貨，仲有幾款薯片㗎。希希梗係要揾架靚車坐低慢慢嘆啦。洗衣房都幾大，有4部洗衣機同埋乾衣機，洗衫都只係50蚊台幣，而乾衣都係一樣50蚊台幣。上邊有個銀色嘅兜，直接將5個10蚊打直放入去，一推就得㗎啦。洗衣同乾衣大概都要各1個鐘嘅。洗完衫就要自己手動拎過去乾衣機嗰邊，不過佢都有 QR code， 一掃就知自己剩返幾多時間嘅。今次我哋係住喺較低層嘅主題館，開箱我哋嘅標準雙人房，大概有215平方尺。一開門已經有掛衣架，
掛衣架對面就係大洗手盆平台同埋化妝鏡等等。而呢一個範圍唔係地氈㗎，空間都幾闊落，可以放到一架 BB 車同埋2個未開嘅篋。雖然 book 嘅時候係寫住冇窗嘅，但原來只係冇景，係有個窗喺度㗎。雙人床都算大，連埋一個小朋友一齊瞓都可以㗎。廁所就係乾濕分離同埋免治馬桶，唯獨就係冇浴缸啦。除咗牙膏、牙刷、梳呢啲要自備之外，其他嘢都好齊全。記得4樓有免費嘅樽裝水拎㗎。唔講咁多啦，又係時候到希希玩啦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嘅介紹，記得訂閱我哋嘅 channel啊！